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民族分享收看高高共合法。又到嚟民族嚟鬧，跟大家搞做料理嘅時間咧，你都有學會冇？又睇能做冇咧？今日呢民族嚟搞，大家做嘅就係怪時高牛甜飯哦。你要準備嘅食材有怪時高牛香飯。一開始嘅時間，你先來煸香，用牙刷調味來煸香一下哦。我們先來爆香煸香，在客家人料理當中是很重要的，讓它味道先跑出來。好，現在先把這個絞肉放進去哦。這個呢，其實我用的就是3層肉，所以呢，基本上不用再加油下去，只要用它自己的豬肉本身的自體油脂來去弄出它的油分就好。因為現在大家吃的比較健康，所以我就不再額外加油嘍。好，有沒有聞到很香？都用哦。你好，老怪時，不要落去了。現在我們就把最後面的調色醬油把它放下去。你好，這位民族愛嘅怪時高牛甜飯，可以大口吃沒有關係。好吃嗎？好吃，好吃哦，香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是我们客家人说的，然后怪時高牛甜飯，紫蘇絞肉蓋飯。那我們會說呢，怪時高牛董叉飯，董叉飯的意思就是很下飯，很下飯嗎？嗯，好吃嗎？好吃，好吃。後生要不要比讚？後生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教的料理你們喜歡吃嗎？下一次動手來做做看嘍，很簡單的。在這裡呢，我們先來複習一下今天學到的新單字。第一個看到就是紫蘇、怪時、怪時。第二個就是白飯、槍飯、槍飯。第三個來學一整句話哦，來看到就是紫蘇絞肉很下飯。怪時高牛董叉飯，怪時高牛董叉飯。下一次你也一起來動手學做料理吧，下次見嘍，拜拜。